Hello，大家好。我係眼科專科醫生賴厚平醫生啦。好高興能夠喺呢度一個咁大嘅場面，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同眼睛健康有關嘅信息。眼科醫學咧係一個好直觀嘅醫學嚟嘅，好多嘅疾病咧，我哋可以透過直接去檢查啦，睇到眼睛嘅狀況。咁所以咧喺眼科當中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蓬勃嘅一個範疇，係有好多一啲大數據啊，或者可能一啲人工智能去輔助一啲嘅診斷嘅研究去發生。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我哋做咁多功夫咧，其實都為咗我哋嘅眼睛健康。咁所以咧，藉住呢個嘅地方咧，或者呢個機會咧，我哋去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眼睛常見一啲嘅毛病。咁大家知道咧，我哋可以希望透過早啲嘅診斷啊，或者早啲認識咧，能夠防止對呢啲眼科疾病咧，對於眼睛或者生活上嘅啲影響。咁今次咧，我就會講解多少少一啲唔同疾病呢個小我自我介紹啦。咁首先咧，我哋就會講一啲可能眼睛好常見嘅，隨住我年齡增長咧，都免不過嘅一啲嘅毛病，就係講老花同埋啲白內障嘅情況。咁我哋其實老花同白內障咧，其實都係同我哋眼睛年齡增長咧有關嘅情況。咁但係我點樣去分辨一啲老花同白內障情況咧？老花顧名思咧，就係喺我哋同我哋年齡增長有關。通常我哋40歲之後咧，我哋睇近嘅能力咧就會減弱嘅。咁我哋可能睇手機啦，或者可能睇一啲書籍咧，會覺得越嚟越困難。咁老花一個特徵就係當我哋配一個適合嘅眼鏡嘅度數嘅時間咧，睇嘢會變得清晰嘅，變得容易咗嘅。咁呢個就係通常係啲老花嘅狀況。而個白內障咧就另一個情況啦，就係我哋個眼睛晶體白色指住個地方咧，佢出現咗老化變得混濁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算我哋配一啲適合嘅度數眼鏡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我哋睇嘢咧嗰個嘅清晰度咧都會受到影響。因為我哋免不過我哋歲月嘅一啲嘅痕跡啊。當我哋嘅年齡增長嘅時候咧，我哋晶體會變得混濁咗我哋喺好年輕嘅時間咧個晶體會比較好通透啦睇嘢會比較好光鮮明亮嘅情況。咁但係隨住我哋可能即係去到中年嘅時間咧，其實晶體咧已經開始有唔同程度老化。去到年長嘅時候，可能70、80歲咧，個晶體更加變得混濁啲光線咧唔能夠正常去通透穿入個眼睛。咁通常佢病發咧，佢年齡都係可能即係50歲以上會比較開始多少少嘅。當然除咗年齡增長有其他眼睛嘅原因啦，包括可能係一啲一啲身體嘅疾病，可能糖尿病或者本身好深度嘅近視眼睛受過創傷又或者眼睛咧有一啲個發炎，特別我哋講虹膜炎，需要長期用啲類固醇嘅情況咧，都會令到個晶體老化咧變得比較明顯嘅。白內障有咩特徵咧？好多時間咧。白內障開始咧，其實係冇乜好明顯嘅病徵嘅，可能睇嘢都係比較依然都係覺得都唔錯嘅情況啦。咁但係除咗譬如話視力模糊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嘢咧會變得容易疲倦嘅，光嘅環境或者太光太暗嘅環境咧，睇嘢會變得困難。或者冇咁舒適可能要某一定嘅光度咧先會睇得清楚。而有啲時間咧，當個晶體老化度嘅呢個加深嘅情況咧，我哋眼睛嘅度數咧其實會加深，可能有機會可能半年之間咧，可能深咗可能2、300度左右嘅近視都有可能發生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咧當我哋有白內障情況咧會見得到嘅一啲唔同嘅症狀。白內障點樣處理咧？有冇辦法可能有一啲譬如話我哋眼睛一啲嘅藥水或者藥物能夠可能醫治到個白內障咧？暫時喺研究上方面咧，呢方面都未有一啲好明顯有效藥物治療嘅方法。暫時最有效治療方法咧，都會牽涉到一啲手術上嘅處理咁我哋就會透過一啲即係白內障手術啦，將一啲個老化咗嘅晶體拎走咗佢，然後擺翻個人工晶體去咧，當我哋恢復翻一個清晰嘅視力嘅。我哋一個白內障手術通常係一個微創嘅手術嘅，眼睛其實好細嘅啫咁我哋喺個眼球入邊咧開大概一個2毫米多少少嘅傷口咁將啲儀器擺喺眼睛入邊，透過超聲波嘅方式咧，將呢個白內障咧整碎咗佢，然後咧有個即係碎片咧吸走佢啦，然後擺翻一個人工晶體落去，去恢復翻咧即係可能病人嘅視力。呢個晶體咧其實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即係一啲嘅即係科技進展亦都可以有達到一啲大家唔同嘅方便程度嘅。因為每個人睇嘢咧，其實係有唔同需要嘅。可能大家望緊呢個平台一個 screen 嘅時間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遠嘅距離。但係你望緊呢個手機嘅時間咧，其實係有睇近嘢嘅需要。咁當中咧，可能如果你有老花嘅時候睇手機就會變得困難咗啦。咁所以咧，我哋睇翻每個人個需要，可能佢要望遠望近咧有唔同需要嘅話咧，我哋就會可能建議一啲唔同嘅種類嘅人工晶體去幫助大家嘅。傳統上咧，我哋有個單焦鏡片，單焦鏡片咧就係一個焦點望遠咧係比較清晰嘅，咁但係望近佢哋咧就會比較困難模糊多少少。咁有時如果我哋要擺單焦鏡片一啲考慮，咁我哋又想睇近多少少咧，有時我哋喺個眼睛嗰度咧喺個度數上兩隻眼就可以做個差異。
一隻眼睛咧可能會做得比較平光，冇乜度數少少啦，望遠比較清晰咗少少嘅。另一隻眼睛咧，我哋可能留翻少少近視，可能就75度、100度或者再多少少，利用一啲少少近視咧，克服上一啲老花上嘅需要，等即係患者咧喺遠同近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方便嘅。咁呢個我哋叫單眼視力嘅做法。咁亦都晶體嘅科技進步啦，咁變咗個晶體上咧，其實可以有多啲嘅設計嚇，可以喺個眼嘅晶體上面咧有埋老花度數嘅改正。佢有唔同嘅做法嘅嚇，有啲做法我哋喺個將啲光線咧分咗唔同嘅焦距嚇，令佢睇嘢咧喺遠距離啊、中距離咧都有一定程度方便嘅。咁另外一啲就喺個光線上做啲處理啦，就係將嗰個眼即係一入到眼睛嘅光線咧，個光線拉長一啲，令個焦距長少少嚇，變咗咧喺唔需要一啲可能圓光啊、睇嘢模糊嘅情況之下咧嚇，可能佢會有一個舒適嘅程度嘅。咁有啲人咧，佢有個散光度數，咁我哋就會喺個即係角膜個度數唔平均咧，就會透過鏡片可能有啲散光度數嘅改正咧，去令到個視力咧更加清晰。咁呢啲譬如我哋散光嘅度數改正啊，多焦單焦嘅選擇咧，都理論上咧可以喺同一個人工晶體入邊咧去作出處理嘅。咁所以重點咧，有時我哋就會睇下即係每個人嗰個需要係啲乜嘢啦嚇，佢生活習慣啊、視力要求啊，咁我哋就會跟翻佢個需要咧，我哋會作出一啲可能人工晶體嘅建議去選擇，去幫助大家咧，可能有一個更加清晰或者方便嘅一啲嘅視力嘅生活。咁除咗白內障啦，咁我哋眼底嘅疾病咧，其實都係同身體息息相關嘅。其中一個最典型嘅情況就係我諗即係糖尿病。咁糖尿病顧名思義就係一個高嘅血糖水平，令到眼睛血管受損，而有唔同程度嘅破壞嘅。咁糖尿病咧，其實即係同患病嘅時間同糖尿上嘅機會咧係息息相關嘅。當我哋譬如話有糖尿病5年以上嘅情況之下咧，大概2-3成嘅機會咧有糖尿上眼。咁但係如果有患病糖尿病15年以上咧，其實差唔多8成機會咧都有唔同程度嘅糖尿上眼嘅。而每年喺香港咧都大概接近200名嘅糖尿病患者，因為唔同程度嘅糖尿病嘅併發症咧，而引致到眼睛視力受損，甚至到失明嘅情況嘅。咁開頭咧，糖尿病咧喺個眼睛嘅症狀咧係唔明顯嘅，唔痛唔癢，亦都未必一定有視力嘅改變。到你有病徵嘅時間，可能已經係較為嚴重或者中度或者嚴重程度㗎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係醫學上咧，其實我哋一早都會已經有一啲嘅做法，就係幫一啲嘅患糖尿病患者做啲定期嘅檢查。我哋可能有一啲譬如話一啲可能眼底相啊，去照清楚啊，或者可能甚至有啲而家有啲譬如可能人工智能嘅輔助啦，去幫助診斷咧一啲糖尿上眼嘅情況，能夠及早去發現作出處理嘅。咁因為我哋糖尿上眼咧有唔同嘅程度嘅我哋喺左手邊咧，其實個糖尿上眼症咧較為輕微一啲。你會見到眼睛入邊啲血管咧係比較正常少少嘅，可能有少少細微嘅一啲紅點嘅出血嘅地方啊，或者有一啲可能血脂嘅滲漏等嘅情況。中間黃斑地方咧仲係比較清晰多少少。咁但係去到右邊眼睛嘅情況咧，我哋嗰個糖尿上眼比較嚴重㗎，血管已經受到一啲嚴重嘅破壞，彎彎曲曲啦，有一啲明顯嘅出血啦，甚至有啲血漿血脂嘅滲漏，令到黃斑咧出現個水腫嘅情況，從而個視力咧亦都好大受到影響嘅。咁我哋就會因應唔同嘅病情咧去作出處理。咁當然從治病嘅角度嚟講咧，梗係越早去發現及早喺輕度嘅情況去作出處理咧，個治療效果一定會比較理想多少少嘅。咁去到有啲再嚴重啲嘅，即係糖尿上眼，我哋叫增殖性糖尿上眼。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喺眼睛個血管入邊，佢個缺氧或者缺血嘅程度咧比較嚴重多少少。身體有機制嘅，佢會想做一啲新增嘅血管，係帶多啲血液啊去俾眼睛。但係啲血管咧係比較脆弱，容易受到破壞嘅，佢容易出血啦。如果出血嘅話咧，可能1-2日之間咧視力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如果譬如我哋冇及時處理啦，或者可能呢個病情已經拖得比較耐少少嘅話咧，我哋眼底入邊咧佢有唔同程度嘅結疤有啲增生嘅情況，令到嗰個視網膜咧有啲拉扯，甚至有視網膜脫落嘅情況，需要做啲比較大型嘅手術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糖尿上眼咧，我哋及早嘅發現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糖尿病嘅處理，我哋有啲咩嘅治療咧？咁當然，如果我哋即係一啲譬如早期嘅糖尿上眼咧，我哋都會建議患者咧去做好一啲風險嘅控制，譬如控制好個糖尿水平啦。如果有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嘅話咧，都要做啲好嘅控制。有吸煙習慣固然係要戒煙啦。咁如果眼睛有啲唔同程度嘅一啲嘅併發症譬如話嗰啲有啲唔正常嘅血管增生啦，我哋會建議患者有時做一啲嘅激光嘅治療，防止佢啲血管增生嘅狀況，減少再出血嘅機會啦。又或者有時
時可能有啲藥物嘅即係進步啦，有啲我哋藥物嘅治療可以注射個眼睛入邊，去減少個血管增生嘅狀況啦，防止一啲譬如可能青光眼啊、併發症嘅出現啊，或者黃斑水腫減少，可以作出一啲改善嘅情況嚇。咁呢啲情況咧都會我哋希望咧喺個治病嘅當中咧，希望盡早俾病人知道佢自己眼睛嘅狀況啦，去及早咧作出一個適合嘅建議，令到佢減少咧將來因為呢糖尿上壓而引致失明嗰個機會嘅。咁糖尿黃斑水腫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啲嘅毛病嚟㗎。咁點解會有水腫咧？就頭先都講過啦。譬如話，當我哋個血管受到破壞情況咧，佢個結構有啲唔能咁正常啊。咁變佢容易有啲唔同程度嘅滲漏，一啲血脂血漿咧就會滲到去黃斑嘅地方。而黃斑好重要嘅地方嘅，因為佢負責一啲好清晰嘅視力嚇。當呢個黃斑受損嘅話咧，就會令到視力下降，睇嘢變得模糊，甚至到你唔理佢咧，可能即係嚴重過視力影響到生活嘅狀況。咁喺我哋嘅診斷當中咧，其實都離不開一啲即係普遍嘅標準嘅檢查嘅。咁包括我哋會滴入水放大瞳孔睇眼睛嘅情況啦。有時可能用到科技，可能做一啲即係造影嘅即係檢查啦。咁當中可能包括一啲嘅我哋叫高解像度嘅掃描，我哋叫 OCT。咁係好精細咧，睇清楚黃斑嘅結構。又或者有時有啲情況咧，我哋會用到啲造影嘅檢查，我哋嗰啲顯影劑打入血管入邊，然後幫個眼睛咧好似影沙龍咁影相，睇清楚有冇啲滲漏缺血嘅地方，去從而作出診斷嘅。咁而黃斑水腫嘅治療咧，通常而家最主流咧，我哋都講緊用一啲針藥嘅治療嚇。咁因為佢喺國際間個研究嚟講咧，佢嘅治療效果係最好嘅嚇，同埋佢個保持到視力嘅機會咧，應該係最高。咁我哋就會可能就為患者咧，可能喺個視乎病情咧，去做一啲嘅眼內嘅注射嘅情況，將啲譬如可能我哋類似生物製劑嘅藥物咧喺個眼睛入邊減少個黃斑水腫嘅滲漏啊，令個視力保持得到。咁有時會用到激光或者用啲類固醇嘅治療嘅。咁激光治療咧就係一啲可能較為即係輕度嘅黃斑水腫情況可以去考慮，譬如可能某啲地方佢有局部地方嘅滲漏咧，我哋就會用到激光嘅治療嚇。咁激光都有一啲可能傳統同新類型嘅激光嘅傳統激光佢個能量咧比較高少少，有細嘅機會咧可能影響到嗰個黃斑有一啲嘅疤痕，或者一啲結構嘅改變，令個視力恢復比較爭少少。咁有啲我哋有啲譬如新一代嘅我哋叫微脈衝激光啦，個能量係精準多少少嘅，有治療效果得嚟咧，對於嗰個即係眼睛嗰個破壞咧，亦都比較輕一啲。咁我哋會視乎患者嘅情況咧，去作出建議。咁當然我哋唔能夠離開即係糖尿嘅控制啦，同埋對於身體一啲唔同風險指標嘅一啲配合，咁呢樣都係非常之重要㗎。咁更加重要咧，就係即係如果有糖尿病嘅即係病歷嘅話咧，我哋都建議患者咧做啲定期嘅檢查嘅。咁通常嚟講，我哋都會視乎佢患病嘅時間啦，有冇一啲風險指標咧，去作出檢查。咁呢啲建議咧，可能由1年1次啊，或者幾個月1次咧不等。而有啲情況，譬如本身有呢啲嚴重嘅腎病啦，或者懷孕情況咧，都會令到嗰個糖尿上壓個病情會急劇得轉變得比較快嘅。喺嗰個情況之下，我哋都會教佢密切去留意，睇清楚眼睛嘅狀況。好，咁最後講講咧就係啲黃斑病。黃斑病咧其實係一個好籠統嘅名嚟嘅。咁呢個黃斑咧先介紹呢個地方係咩嚟先？黃斑點或者黃斑區咧就係我哋視網膜一個最重要、好重要嘅地方。咁我哋視網膜就我哋好似相機嘅菲林咁樣啦。咁我哋去負責接收影像，將啲信息咧帶去腦袋處理嘅。而當中咧中間嘅地方咧，我哋叫黃斑區。咁呢個黃斑區點解咁重要咧？我哋腦袋咧有一半嘅信息嘅處理咧，都係由呢個小小嘅黃斑區去到嚟嘅，而呢個黃斑區咧只係佔據成個大概視網膜大概5%嘅地方。咁所以當呢個黃斑出現啲毛病嘅話咧，對於個視力生活影響咧可以好大嘅。咁我哋點樣知道有啲黃斑嘅毛病咧？咁佢因為佢負責啲中央視力啊嘛。咁有時當佢有出現毛病嘅時候可能睇喺中間地方咧會變得模糊比較冇咁清楚，或者比較一啲特別嘅症狀咧，就係啲嘢會變咗攣攣曲曲斷開或者咧有啲地方控睇得唔清楚，有啲缺失嘅情況，黑咗一笪或者唔見咗一笪或者斷開咗等嘅情況。咁呢啲都係代表咧，可能個黃斑中間咧出現啲唔同嘅毛病。咁黃斑病咧，其實亦都有冇啲簡單嘅測試咧？譬如話，除咗話知道自己睇嘢模糊，咁有時可能模糊未必咁明顯，或者點樣去知咧？有時我哋有一個叫格仔紙嘅測試嘅，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咁望下，譬如可能遮住一隻眼，左眼或者右眼，試下望住中間黑色格仔黑點嘅地方望住佢，咁睇下呢個嘅格仔咧有冇攣攣曲曲斷開或者波浪或者一笪睇唔到嘅地方嚇。如果譬如有一啲咁嘅情況咧可能真係要揾眼科醫生咧幫手去檢查一下嚇，因為可能真係早期咧有啲黃斑毛病咧就係透過呢啲咁嘅簡單嘅檢查咧可能發現得到嘅。
咁黃斑病咧，其實一個好籠統嘅名啦，都講過啦。其實佢當中有唔同嘅種類嘅。咁嘗試容易啲理解嘅話咧，我哋分咗三大類嚇。第一種類型咧就係個黃斑表面出現啲毛病，都好常見嘅，就係我哋隨住年齡增長咧，我哋表面生咗塊薄膜，我哋叫黃斑前膜嚇，即係冇病冇痛嘅，正正常常都可以發生嘅啲情況嚇。第二類咧就喺嗰個黃斑本身中間視網膜啦，出現一啲問題啦。譬如我哋有黃斑一啲嘅穿窿啊、黃斑抹裂嘅情況，譬如可能深度近視啊等等嘅情況，又或者本身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者一啲心血管風險比較高少少咧，佢血管啲栓塞啊，咁令到個黃斑有啲積水或者出血嘅狀況。第三類型咧就係個黃斑底層出現啲毛病啦，譬如話可能當我哋年齡增長嘅話咧，有啲老年嘅黃斑病變，咁但係唔好淨諗住老人家先有喎，喺我哋中年可能後年青人時30成40歲咧都可以有黃斑毛病嘅，佢啲黃斑積水我哋叫中漿病嘅情況。咁所以黃斑病嘅發展咧唔一定係淨係年齡嘅關係嘅嚇，咁就算年青人咧都可以有機會影響得到。咁我哋揀咗一啲咧比較可能常見一啲黃斑毛病做個例子啦嚇，咁啊最常見嘅一啲叫做黃斑前膜，就係話咧喺一個比較相對慢性少嘅疾病嚟嘅，喺我哋嘅黃斑表面生一啲薄膜嚇，咁我哋咧其實研究當中咧，譬如30歲以上中國人咧，其實有大概3%啊4嘅人咧，其實都可能有呢啲咁嘅黃斑前膜嘅情況，而當中2成人咧，可能兩隻眼都有呢啲毛病嘅。咁啊最常見係即係自然發生㗎啦，咁啊冇乜特別原因嘅，又或者啲繼發性因素，即係眼睛咧有啲毛病引致到咧呢啲嘅黃斑前膜嘅發生。咁當中咧就包括可能譬如話本身可能即係深近視啊、糖尿上眼啊、試過塞個血管啊眼睛入邊啊、試過一啲視網膜穿個窿啊、做過手術啊等等嘅情況咧，都會令到黃斑前膜增加發生嘅機會嘅。咁黃斑前膜有唔同程度啦，可能比較輕微多少少嘅，可能個黃斑結構冇乜比較大嘅影響，或者比較嚴重啲，好似圖當中啦，變咗個黃斑地方咧，好似個皺摺一張紙摺巢咗咁樣嘅，睇嘢就會攣攣曲曲啦、模糊啦、睇嘢唔清晰嘅情況都會發生。咁早期情況我哋係可以觀察嘅，咁因為呢個病情發展可能有啲人係比較發展得比較慢少少嘅，咁但係對於當我哋即係已經黃斑結構比較大嘅變化，咁或者睇嘢可能攣得比較厲害，或者視力已經受損咧，我哋就可能牽涉到一啲手術上嘅考慮嘅。咁我哋當中咧就會透過可能一啲局部麻醉或者全身麻醉啦，咁喺個眼睛入邊咧眼巴地方做啲小傷口，將啲儀器咧擺喺眼睛入邊，咁將眼睛入邊我哋嘅啫喱狀清咗佢啦，我哋幫你清除。咁同埋咧就用好幼嘅鉗咧將呢塊膜撕走，去恢復翻咧病人嗰個視力嘅。咁呢啲時間咧我哋會可能連埋個爆漿手術咧一併去處理，都可以咁樣做。咁另一款咧就係個黃斑穿窿啦。咁顧名思義，即係黃斑地方穿個窿。點解會咁嘅情況咧？因為我哋黃斑咧隨年齡增長咧有唔同嘅張力喺個黃斑地方發生嘅，令到黃斑受呢啲張力咧就會自己打開個窿。OK，當有黃斑穿窿嘅時間，視力嘅變化咧會比較急一啲嘅，可能1-2個禮拜視力咧要有嗰啲明顯嘅減退嚇，睇嘢會喺認人會比較困難啦，睇嘢比較困難一啲等嘅情況啦。咁本身如果譬如有深近視啊、眼睛受過創傷啊，或者本身黃斑病咧，有機會就會比較高一啲。咁黃斑治療咧，其實就會即係同頭先講緊一啲嘅我哋講緊黃斑前膜嘅治療咧，有啲類似嘅。有多咗個步驟，佢可能喺個眼睛做完手術之後咧，要擺一個氣泡喺眼睛，咁病人可能需要伏住趴住咧，可能1-2個禮拜或者幾個星期嘅時間等個黃斑個窿咧出進翻佢埋口，同埋嗰段時間咧未必搭得飛機嘅咁呢啲要注意嘅地方。咁另外深度近視啦，深度近視就當我眼睛通常講緊6-8度以上咧，我哋叫做深度近視。點解深度近視要特別留意咧？因為當近視太深嘅時間咧，我哋個眼球會拉得比較長，當中嘅黃斑嘅組織啊結構咧，佢就會退化破壞嘅情況。咁左手邊係一個比較正常嘅黃斑嘅狀況啦，而右手邊咧係一個當我哋深度近視嘅人咧個黃斑結構嘅情況。咁當我哋有一啲譬如深度近視咧，唔單止黃斑病嘅，可能白內障、青光眼啊、一啲視網膜病變啊，或者視網膜穿窿脫落機會咧，都會比一般人高嘅。咁都要留意。咁而黃斑一啲深近視引致嘅黃斑病咧，都有唔同種類嘅。有一啲種類咧，我哋係可能透過一啲針藥嘅治療，因為佢如果有血管增生啊、出血嘅話咧，咁可能牽涉到一啲針藥嘅治療處理。而另一類咧，結構性改變咧，我哋就牽涉到手術嘅處理。咁呢個都係一個咧好好嘅例子咧，去解釋下點解有時可能黃斑病咧可以有唔同嘅治療方式，因為每個成因唔同啦，治療方式咧都會有所不同嘅。好，咁你哋都介紹一下咧，我哋嘅老年黃斑病變。咁老年黃斑病變咧，其實喺我哋即係發展一個社會當中咧，其實一個3大喺長者咧嘅致盲嘅殺手之一。因為隨住年齡增長咧，我哋嘅眼睛黃斑地方嘅新陳代謝改變減弱咗，變咗唔同程度嘅老化。咁老年黃斑病變咧，通常我哋就分，如果你聽過嘅話咧，有分做乾性同濕性。濕性比較易理解啲嘅，就係佢個眼睛入邊咧有啲出血滲水嘅情況，而乾性咧就冇啲出血滲水。
個發展咧係比較慢少少嘅。咁如果剛性嘅老年黃斑病變咧，我哋就會喺個檢查當中咧，可能睇到個黃斑地方有啲唔同嘅小黃點啊，有啲結構嘅退化等等嘅情況，而個視力咧會可能有機會慢慢會變差。咁啊，有剛性黃斑病咧，就唔等於一定冇濕性嘅黃斑病嘅，因為我哋都研究發覺咧，可能10個有剛性黃斑病嘅患者當中咧，有1個人咧，其實可能要轉變到濕性黃斑病。咁所以有啲老年黃斑病變嘅人士咧，其實都要做啲定期嘅檢查跟進，去發展睇下留意有冇一啲病情嘅轉變嘅。咁暫時喺剛性嘅老年黃斑病變咧，我哋未有一啲好有效嘅治療方法嚇，最主要透過一啲生活上嘅改善啦，譬如係戒煙啊、避免曬到太陽啊、控制一啲血壓、血脂、膽固醇等嘅情況啊，去令到眼睛咧嗰個血管嘅健康穩定多少少，減少個退化情況。亦都有啲研究做過咧，我哋喺啲補充品嘅配方當中，可能有啲維他命啊、微量元素啊、玉米黃素等等嘅情況咧，能夠減慢嗰個老年黃斑嘅退化咧嘅速度同埋嚴重程度嘅。咁我哋嘅診斷咧都係離不開一啲可能嘅檢查啦，可能牽涉到可能眼底嘅檢查，可能透過一啲放大瞳孔啊，可能眼科醫生會再檢查，或者一啲相片嘅輔助啊，一啲掃描嘅輔助啊，睇清楚個黃斑嘅地方，睇下有冇啲活躍，需唔需要做啲治療嘅。因為有啲時間咧，我哋會有遇到一啲濕性嘅黃斑病變嘅情況。濕性黃斑病變咧，嗰個眼睛咧，佢會有一啲比較明顯嘅出血滲水。嗱，唔理佢咧，1-2個禮拜之間咧，可能個視力已經好大嘅破壞。而個黃斑咧，喺皮膚嚟講，我哋整損咗最多有疤，冇咁靚啫。咁但係個視力喺黃斑地方有疤痕咧，個視力就會永久受損嘅。咁所以咧我哋個治療嘅時間黃金期咧係非常重要嘅。希望通常我哋遇到呢啲病情嘅話，我哋希望盡早去發現，能夠去作出治療啊。咁啊，能夠減少咧對於個眼睛嘅破壞。咁有啲情況，我哋亞洲人當中咧，會遇到一個我哋叫 PCV 嗰類型嘅濕性黃斑病。咁呢種病咧，對於打針嘅治療有時候效果未必夠嘅，有時可能要用到啲激光嘅治療，我哋叫光動力治療。有啲藥物我哋會包注射入身體啦，然後喺個眼睛咧照射一啲低能量嘅激光活化啲藥，去令到個治療效果更加好嘅。咁通常我哋就睇下病情咧，有冇咁嘅需要去作出一啲診斷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簡單個一啲嘅總結咧，就係其實即係一個黃斑病咧，都係一個常見嘅毛病嚟嘅。咁而呢個黃斑地方咧，可以有唔同嘅病因，而個治療都唔同嘅。咁所以咧，簡單嚟講，我哋眼科好多個疾病嚇，無論可能你講白內障又好啊、糖尿上眼啊、黃斑病呢啲咁嘅疾病咧，其實越早發現診斷，能夠作出及時嘅處理咧，一定對於嗰個病情嘅處理嘅結果咧，係有個較佳嘅最後尾嘅結果嘅。咁希望都等緊大家認識多少少一啲眼睛嘅疾病啦。咁好高興能夠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多謝各位。